我今年5岁半，家。好，对，好，就是刚刚这样啊，好，很好。我今年5岁半，我是展展家。忘记讲大家好啊。我今年5岁半，我是展展大家好。我是王艺文，今年10岁，佢係我爸爸王武順不退去太師，今年我去苗栗了。哦哟，我挨咧。哦，做咩下去播起來？哎呀，看到有喊的嘛？看到，唔看到嘛？有下嚟。對。哦。我夾日空肉，嗰日帶下用梅乾菜、鹹菜乾。哦，好食冇？嚟，今日乜㗎？係啊，雞竹筍。竹筍。係嚟。阿伯。係講。唔你用等啦，睇睇啲咬一下。加油！哎呦！好，出去聊了，喊。自己聊了。喊啊！打屁股啊！打死不了你。打屁股啊！Hello。哎，你摸哪？我有啊！哎，赚钱！该边？快！赚钱了！赚什么钱？其實哦，嗰台茶係種睇台茶係嗌嘅道具茶，比方普台戲嘅道具，有世界巡迴演出，古時佢上到送給茶嘅，所以賺錢。哎，背包，你的安全座椅要錯哦，書包拿下來。你要踢一半，挑戰很大，有唔有哦？像家下，下落之前哦，就準備嗰啲大衫要大褲嘅，準備凍多東西，睇買全部係不用準備嘅，佢今日都要凍過煙幹，從你下去有啲煙幹，啲煙幹嘛東西，最主要係佢躺喺吧，佢兩沙吹就從丟出去的狗熊樣亂跑啊！你會照顧他嗎？不會。我才會照顧他。你是打我的。基本上係那邊搞啲嗎？去公園玩。公園。今天航程。哇，2天1夜，2日咯，第一暗部哦。航程關鍵字搶先看哈，全省唯一的田港私行茶路線，去私行茶，你會去嗎？你會去？遇見好風光，芋係嘛？芋頭。虎威啊，虎威啊！我就知道是虎威，我不想跟人家說。哦，安尼哦，韓國做誒田園水準那個文化，黃金小鎮。
走嘞哦。来哈叉了，来，哈叉，快点快点。你是假的。哎呦，迪姑，可以让你快点啦快。下去啊，快点。真的啦？什么假的？是真的要下去。开始。哦，好帅哦，超酷的。安迪姑，好厉害哦！快点啦，来。以前好唱反调，你讲嘛记住行几片，你讲东记就是行西，哎，其实都懂后告啊。其算是摩羯座诶，摩羯座脾气哦，较硬，较敢硬犟，气真硬犟。故所有时间要用偏的，用红的啊偏的。睇好噶，睇好噶。你分享，嘿。这都会动到地方动好高，没有水好高，没有米汉的。米汉你还生你？生你呢米汉的啊？系啊，你不会米汉的吧？我爸爸妈妈做客家人，佢接着就留我爸爸妈妈讲客家话，因为我爸爸是福口人，我妈妈是苗栗山湾，讲西安一直讲海陆，我本娘是苗栗市的客家人，对不卡清凉。然后我爸爸媽媽嗌落，我爸爸媽媽咪講客家話，佢睇黃義安，記住客家話真好，啊些全部都談一聲。这个天桥啊吼，都全部中午的，哦，全部中午的哦。要轮转就中的啦。哦。中的就铁的吼，一年中午的，一年中午的。哦，这样用啊。要轮坐，无轮坐的话吼，你总起来都是那个呢，污的会有细菌。哦，这样用啊。免呛呛，都是会造成一个问题，所以你看全部用轮坐动式来做啊，中污的啦，这个污的动两动开。爸爸努力的啦。一下右转哟。右转哦。右转，好。右转哦。要带高水哦。要高水哦，哎呀，要高水咯，加油，加油哦！哎咻，哎咻，哎咻。尖角两边都有尖角，就会好高速。离度呢，总是看的后面，你这个方向线。去了個睇咧，比賽啊！你冇買過檔行嘅？有。哪里是啦？哪個就是的，哪個就是的啊！天空天天天空，天天天天天天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唱歌啱好聽哦。謝謝。東方呢張唱嚟嗬。係啊。而家都有很多人家水樽文化嚟嘅咯，誒，水樽哦，哦，嗱喺度動到鐵石路喺度水啊嗬，攞杯同唔同樣，因為也係黑龍海嘅水，哦，黑龍海哦，冇污染多嘅地方，乾淨嘅地方，故所一度地都動到五嘅啦，係拱啦，全部動槍力是錯嘅，全部動槍力嘅水，但係人家應該高唔到啲嘅。公館山好山好水哈，对呀，好山好水。也得用用元素，特別係度啲米漢嘅嗬，
来牛宴，哎，就蒸牛宴，顺便热米海，就是冬天的时间呢。两个张开一点。而且天才有办法搞水，等差不多了，也可以搞水了哈。米汗的哦，我要水冻枪，系冇？嗯，很干净啊。很干净哈。到了。所以你这时间就是全部在那搞啊？系啊，你大概要这样搞水啊。好，也同大家介绍一下人家水的文化哈。哎，人家就会传龙尊，传龙尊，哎，这嘛意思？传龙尊是头摆呢，到日本时代加日本人来侵占台湾时间，就有看到一笪地方动火，那经过开发之后，才有田出来。以前的河坝也在变成田。哦。那到个山壁方，穿一条。像龙一样的弯弯曲曲。哦，龙啊，龙啊，龙哦，穿一条河坝，从个水同黑龙海的水，一样近啊，一样的地度，就变成灌公馆的地方的水，800人公顷的水，张人家就安尼按好良田，所以人家的田呢，所以看到水全部用黑龙海的水，非常的清，好也无工业污染多的地方，最主要是水哦，系啊。有到米汉的哈。哦，那米汉的够水咯，行咯。露脸了。怎么会露面了？Oh my god！ 白的咯。没露脸。有到米汉的哈。哦，那米汉的够水咯，行咯。好，二六黄金历险记。爸爸老生人的 PK 米汉的哦，慢人成米到个10粒都样哦，做的是个公馆哦，最好是个冰淇淋。那是冰淇淋嘛？哎嘛，哦。名10粒出来啊！哦哟，我来咧。哦。我用版米汉的示范咯。人家米汉的呢，要尋有沙的地方吼。有沙的。有沙的地方才有旱的，冇沙的吼，像那石頭了的，石了就冇旱的。有沙的地方就樹苗下去，哦，樹苗下去播起來。哎呀，看到有旱的嘛？看到，唔看到冇？有旱的。對。哦。一粒全部黑，有冇？有啊。所以你的名10粒當簡單的事情。10粒。哎，水沖一下，佢就放起來，有冇？啊，睇你看到冇？你名？你看到冇？變做旱的。好，2顆了哦，2粒了哦。这名来，慢点蒸样了。啊，2片。哎。要蒸啊！什么呀？你看，2片。啊，来，啲嚟喂，隻手面係全部搖，拉嚟做搖啊，當我用鹽，一鹽沙有啊，係，我幾粒都黑啊，有很多哦。來，好嘞，一拉下去啊，一條喂，一條從個洞度一條喂，企呢？我一條洞度，企呢？這兩塊咯，一條冇怕。去看嗰水草吼，因為台北冇看過嗰種水草暗瘡，哦，去看過暗瘡嘅去要講。用技術下去，用技術下去，哦，來起來，係黐起毛唔怕，再拉油一定油嘅哈。青菜鹽都有咧，青菜都有，當然拿着，哎，2顆哦，你要找10顆哦，啊，要解釋量哈。哇，幾顆？冇啦，10張嘛。我拿着全部。來，有咯。爸爸已經10顆了。10粒沒有？
几多了？哦，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所以呢，几多张？108哦，按厉害哦。乱算，你来还没900。按厉害哦。不错。算到900没有数字，你不会算之后，你就开始101。晨晨，你刚刚算几多了？ 108。小袋子冰淇淋吗？做得啊，我做唔得。好来。要酸的之后什么？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好吃哈。好吃，但我也都唔会讲法，都应该哈。你好，迄公馆哦，迄亲有名的酸梅子，酸梅子白。酸梅子3个样的，对嘛？3个字酸的安尼。对啊。像安尼样的，要像乜个东西，对嘛？草莓吧。像虫的样的，蛋糕虫的样的，有看到嘛？像一米一米的虫的，有看到嘛？你遐鸭的迄做迄。 那些时间做给蚕宝宝压呗，是吗？哎，对，蚕宝宝做嘛了？做人家咱们，嘛蚕丝、内衣裤啊、夹克啊，吼，全部做用安尼蚕宝，种个蚕宝宝，有冇？像安尼蚕宝宝，蚕宝宝伊要吐丝，吼，吐丝出来迄个，要加一点粒的，一点粒圆圆拍拍，哦，要做嘛，做啥嘛？要可以做皮骨啦，哦，以前人家都公馆地方当都安尼。 蚕丝皮啊的，全部都要那种，但那个什么劳力密集产业，所以我耳朵会过去的，就无安多，直接做安尼东西。你就走过来啊，帅哥！不要，押韵啊！妹妹，你要乜个东西嘛？空肉，空面有乜个东西？你要乜个？馒头。馒头係乜个分量啲嘛？嘛，唔看啦。鳳州饅頭，啲空肉唔正常，要乜个人啲嘛？玻璃菜係。哦 ，OK。下來乜個？你哋要乜個？ 蝦公啊！蝦公嗬。妹妹啊，高用的时候要馒头拿去了，要很多客家汉堡，把它拔开了，然后夹要空肉，嗰要带下油梅干菜、鹹菜乾，夾起來食，當香哦，大口的咬。哦，很急耶，有好吃啊？好吃嘛，好吃哈。好吃哈。黄海菜你要吃吗？不要。要不要？当然不会。哇，那你要不要跟姐姐试试看？去摸摸看，好来。也最主要就係加有加個紅棗酒。好酒啊！对，要红枣烧虾，
平常煮也拼菜的话要加凤爪酒啦，今日看到安安来的话就冇加酒，安安做的是啦。安安要帮忙，要帮下工嘛？不会嘛？帅哥，唔要帮忙。我已经在播了。那按夹都播的哦。哦，安你用啥比赛好嘛？我们6千夹好嘛？哦，哎，可以吃哦。这看呢？南檬酒，甜甜的，好吃吗？那刚才录影的时候有些没有，是另外一只啊。没啦，啊，吃。好棒哦！哦，是吗？哦哈。照片，除了利用现场的要道具，先写我开爸爸。好。开的嘞，刚旁边还写我。芭比，妈妈在哪里？今天怎么没来？出国去哪里？忘记了。去哪里？想一想，去哪里？不什么？去几天？耶，你做个脸，看我，安哦，这个看爱 ，Hello， 耶，不是3万个人家。有人都在凤爪园了哦，要做凤爪，刚才是在凤爪有嘛？哎，刚才是在凤爪，也做凤爪酥哦，你看到吗？安爱哦，嘿，刚是在凤爪酥对安尼凤爪酥蛋有摘下来，洗澡去就变凤爪干。你去了结字嘛？也很忙啊，都是当地快点发。发在哪？来10分块，要细细落就会发，也当快点发。我到当年的7月份。7月25号以后，上有色，跟用过嘛呢？农民历上面的胎数。哦，胎数给你的，张有凤爪色。哦。发有熊吗？你吃屁看啊，会有熊吗？哈。有熊吗？不想。张可以，你看。一滴的熊哈，淡淡的清香哈。啊不，啊屁嘛？啊屁看的嘛？吃看的。好。你做咩讲梦想哦？要讲有想哦。好。看声音等会。只有淡。哎呀，你扶一下。哎呦，你怎么听讲烦呢？庙里哦，水剧那文化整件喺公馆，啊公馆爱接鱼，不过鱼的全部都台路啊，
根本是行的做吃人茶行的，我真根本算我第一摆来深入进去看个水郡，水有暗墙，吼，当墙里有米罕的啊，在台湾其他的总头没亲手看到安样。在台北去食人茶的是在个台北市的外环道河滨公园，摸稻田，像摸摸啊。啊，礼拜吼，礼拜谁人那用爱看过伊，又有夕阳，又有摸绿色的、绿油的，整个很漂亮。哎，漂亮！张先生，做转刀嚟啊，我电动机回嚟。唐讲唔可以讲行啊，喂嘛？喂啊，好行喂啊！啊弟弟唔可以讲嘛？你不会讲客家话吗？你讲客家话吗？来分享。哦。哎，韩国你啊，听讲你要带啊？对嘿。嘿，嘛生态的嘛？嘿喂啊，听讲阿布带你去看火焰虫。火焰虫。嘿，火焰虫。马街同学。马街。萤火虫。哎呦，喊喂哦，是哦。火焰虫讲一遍。火焰虫。火焰虫，鸡虫。鸡虫。哎，你先一批，哈，听过我咱带你出去了啊。很电影下个声音的啊。哎，来。等一下哈，我同两个讲一下24孝的故事。后生一家爸爸三镇文勤。对，三镇文勤系嘛个咧？就是路头外吼，有一个24孝的故事。到汉朝的时间，有一个老娘夫靠中央姓王，佢叫做王祥。对，佢样嘅咧。就讲要你的暗夜嘛，对嘛？佢呢，爸爸转来的时间，佢就会拿点个山嘞，和一只半宜晨，和一只半宜安。等下趁人爸爸忙咗了，就同佢个山镇，安尼就是山镇。那镇头按推山头凉凉，对嘛？凉凉，佢按摩头什么就凉凉就当火水。文勤呢，就是讲个皮革推水在当手暖，佢所以咖啡。做就落高诶，啊点啊？好。哎，什么？躺着一下。躺着啊？你的小感情我不敢上你的床了啦。躺着啊？安妞。好咋？哦，很凉哦。意思你也把我晒很凉啊！哎，你去晒那种啊？从来都唔晒，老爱晒呢。有人送给他的。嘛咋？好舒服。阿伯哦。三镇出局呀。三镇文勤，妈三镇出局啊！他较独立。较独立，较有自己的主见。伊这副卡唔爱鸟，唔爱老李山的，用山的来表达，算很蛮意外的啊！哎，啊弟弟做迄嘛该做好，其实拿那个电风扇用唔爱，较精明啦，哎。哎，这个一口，我讲安坐，安坐机。安坐机。这边有穿好吗？
你去玩。有啊。啊，就是方床有晕床嘛？有嘛？有啊。晕床床还是啊？赖床。赖床。哎呦，按波有。姐有嘛？有嘛？有啊。啊，等下我去面对介绍啊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睇咯，人爸爸有人嚟個。係啊。係啊。喺講嚇，唔成去，進來啦，我就人介紹一頭邊嘅風景，我帶你看日出物、通物，就唔識看過嘅東西，好嘛？好好。哦。好，加去。好，快時間啦，好。按住這，按住這。上來了。上來了。基本上愛來表演鋪台戲本家就看啊。你啊，準備人工嘅頭鋪，還有鋪台戲一上，地方都青島鋪台戲。要所以一個小型講座，啊，小型講座就是一種做嘅就做嘅表演，用技術就做嘅。小朋友大家好，哦，來，今本日挨來，你啊學教愛表演鋪台本嘢就看。你啊咋哦？你啊咋角色咯？很多阿醋島，阿醋島係乜嘅？乜人哋嘅？阿醋島就戇嘅啊，就笨蛋啊，他就像小丑，佢會走馬通走。唔該。點頭。點頭係嘛？點頭。哦，好，按住這，真簡單嘅，挺簡單嘅。來，還有乜嘅？走路哦。行路按鈕，嘿，有嗎？真簡單，做唔得按鈕，哈，用太烈咧。還有乜嘅？游泳。游水係嘛？成自由式，成跳水，咚咚咚咚，哎，自由式有嗎？仰式按鈕版，嘿，有嗎？蛙式哦，蛙式這樣，因為哦，鋪台嘢腳係長嘅，佢冇法度像青蛙怪按鈕。所以他用腳，嘿，哦，那個小幫手哦，佢親厲害做乜嘅你知嗎？鐵頭功呢？不是鐵頭功啊，來晨晨，你們爬練道，開始，哎，厲害，還有我太妹誒，黃以安最厲害，嘿，哦。蛙式哦，蛙式這樣，因為哦鋪台嘢腳係長嘅，佢冇法度像青蛙怪那樣，所以他用腳，嘿，哦，只能這樣，後空翻好不好？嘿，厲害哦！阿子姐，較偏遠學生嘅佢資源較少，佢大部分都冇看過嘅鋪台嘢，看電視上嘅較多。因為他冇現場嘅鋪台戲，其實鋪台戲近距離佢根本就差生啥，佢看到做嘛做到人做嘅動作，佢會嚇到佢啊！你看咯，鋪台戲很多掌中戲，你睇頭，你睇鋪台戲嘅樹，有嗎？不錯，這樣樣，有嗎？我表演咯，嘿，哎呦，出來啦！唔讓佢出來。26年前就有呢一種想法，其實就係我嘅始祖啊，我嘅始祖李天祿先生，其實講唔做得用人嘅母語啊來做鋪台戲，嗰時間係高中冇乜想法。咩做得啊？唔過客家話嘅時間冇乜嘅流量，咩冇人做，我唔知可以去哪邊學啊？學嗰個口拍嘅嗰啲東西，就天天又請到老師，又嘅客家天台，報名有客家天師，就多談問，多學習。
来，我请来个小帮手出来，小帮手过来，出来，然后出来，哎，笑，把它唱，把它唱，把它唱，出来啦！来摸，哎，唔让我出来。放屁！哎，放屁，做唔得。其实用3岁就对普通语言人工个头啊，轻微兴趣，其实喜欢拿起来对话。其实时间没买啊，啊，不过有看到芭比娃娃之后就冇喜欢咧。哎，其实老虎咧，啊，老虎来，好，第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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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唱唱唱唱唱唱谁唱对，唱唱唱唱唱唱，呀，蹦登唱，蹦登唱。其武强大虎青岛团，其他喜欢的就武打武强嘅大老虎。武强大老虎唔係凊彩打的，而家其實看愛做，愛有時間做本而看，那隻唔吹，那隻對，佢全部模仿嚟啊！有時間佢咪看 YouTube 哦，按樣扮樣，按樣扮咬，係嘛？好，把老虎抬起來，抬在肩上，呀，哎呦，哎呦。换手，抬在肩上。哎呦，瞄啊！其实小朋友其实模仿力、看的观察力挺强。佢要看哦，个武强按样蛮大，有数大也系周数大，很大后哦，老虎佢要挣扎，按绑起啊，佢拽系嘛，哎绑定拽，呀挣扎，尾巴用。右膀，整个右膀。呀，嘿小，呀。嘿，小按钮系嘛？左右吧，左。耶，哎，来下一个，来小帮手，另外一个小帮手来。就是还你啊！来，你们压米团哦，你糖看糖意思嘛哈？来，嘿嘿。望見下，望見下，我買到我嘛，對個人清好。市場嘅午飯呢，見看到人家就找人嘛，我看到企業都一扎扎景望嘅行呢，就想到3年嘅時間，你係嚟嘅。按佢啱嘅佢算佢行業啊，朗讀比賽，伊在演講稿。但對佢兩場來講，係一個嘗試，小朋友做本小朋友看，佢會有一個。上台經驗，其實佢作為普通戲，佢表演咧，咪會得到一個認同感。你好，我本太教來教普通戲，乜你會教嘅？布袋戲的客家話。不同意。好，你出來在這邊。老虎的客家話。老虎。好，出來。小蛋。對，是 C 亂。小蛋，大蛋呢？胎卵，好，你出来。那个小蛋是 C 卵，但是是生蛋净末丑那个小蛋啊，这个小蛋不是 C 卵。阿丹呢？哎呀，阿丹呢？好，你出来。要葡萄柚，你用蛮拿，来，书本来看，按钮。手伸进去，这里这样子伸进去，然后这一只要在头。食指，对。来，食指，哦。你要得亲手看到葡萄叶嘛？食指放在里面，来，食指只有一只哦，按钮，不是这样，懂吗？做这个姿势，好了，这个路哈，来，先劈腿，一脚前一脚后，1、2、3，有没有？上下动，上下，你那个叫左右，你嘛，上下是这样，眼到、心到、口到、手也要到。等来哈，你要客家庄哈，底下几节啊？哦，马山就是山哦，底下几节有乜嘅呢？我等来，材料嘅。竹笋哦。嘿，嘅竹笋哦，
哎，做对嘛？来，来，哎呦，来，珊珊来看，哇，啊，来看亚麻噶，耶嘛，亚麻噶来，晨晨来看亚麻噶。哎呀，繼續順，竹筍，係來，阿伯，係講，誒，你用棒啦，昂昂啊，講嘢按到拗竹筍，你看按樣，拗啊，哦喲，你因為亞機啊嗬，有較長條嘅，咁按樣嘅設計呢，我教你咯嗬，你睇下，一隻隻嘅動物，唔咩，我先教，姨婆先教，按樣唔看啊。把这个上面先弄，改然后之后再。哦，你看啊，哦，哦，厉害嘛！好对呀，改一刀，变成了改一刀。哦哟，按样做顺就做出来的呢。哇，哎，哦，很香啊。你看呐，那皮，你看，不香。像按太极的笋嚟做嘅事啦。做的是按那个刺激较嫩的地方，对啊，木头呀哈，按样熬啊睇。哎，哦，很厉害哦。哎呦。哦，亚只留起来是按样，我十家就肯定，按样规矩就做得嘞。哦。嘿。哎，像啲萬神嘅全係啊。係啊，也唔似噶熬。嘿，來，也有一支哦，來。哦。我拿咩？太。繼續。太啲熬一下。加油！加油出力啦！當主冇食飯。哎呦，有搏上哎呦！搏，哎，綁出來。哎呀，啊，沒關係，來，拗，好來。那好拗嘛，姐姐好拗嘛，姐姐能拗一頭吃看來嘛？生意啊？哪一個？好，來嘛，也有機有看到嘛？好來，好來做嘅，哦，哎呦。好，阿姨，睇啲，冇減熱痛，係對，係，唔可以用。誒，搓，拗。來，誒，搓，還記得嘛？拗。哎呀，誒，搓。握下去，加油哦！還是捲咯？捲，捲。哦喲，啊，啲個搓啊。用茶未做的，是用茶未做的。啱嘅。因為捲快啲。好來。哦，搓。哦。我真講一多，我真個講一多。哦喲，生嘢冇乜計啲啦。嘿。有血。冇呢？爸比，它後面。啊，沒關係啊。哦，門呢青島哦。哦。做健康青島門呢？誒，沒關係。廿幾下嘛？啊。沒有啦，來看。來，姨婆，我等到半咯。有蚊。係。來，晨晨啊，等看火焰蟲咯，火焰蟲到哪啊？有。哎，啱不呀嗬？啱不呀真有。哎，日頭落山噶哦，你啊鬼片的哦，做火焰蟲哦，佢就黑到你啊大味嘅哦。然後看你啊環境，哦，你啊嚴濕濕嗬，嗰日山咧愛斜下來嘅，誒山坳地背嗬，你看冇火焰蟲就抗個黑得嘅哦，佢粗圍大下，佢抗個難度，啱不呀佢都佢上來，就會到處安樣。嚇，阿門，火焰蟲是乜嘅？唔對啊！我老公講嗬，火焰蟲啊，佢會按要有火光加下嗬，佢實在，佢講那是露水天天。按過佢盲變火焰蟲都難度嘅蟲嚟㗎嚇嗬，佢是蛇路嘅哦，蛇路係乜嘅？蝸牛。蝸牛，哎，錯。我說以生時嘅肉食性嘅。係啊。按部頭上看得到嗬。對，等按邊再個倒轉來哈。對，來，按看火焰蟲，我注意乜嘅？準備嘛？我準備乜嘅？來，係要捉好嘛？
有只係嘛？有。哦，行開啊，青葱腰哦，數天同你講硬講哦，火焰蟲看到都夾夾跳起來，都唔可以出來的哦。所以嘛，誒，係咯，阿娘，用縫子誒，攞數天蟲呢包起來。哦。誒，阿娘火焰蟲啊，其實冇硬槍毛啊，其實唔會嚇到。好，來哦，嚟帶你看。落去哦。較細上地去哦。看火焰蟲。嚟。順下看。連呢個要出來冇啊？哦。走路，呢個走路。我看聲點。有嘛？有看到嘛？哎，條線，你看。有看到嘛？有看到火焰蟲嘛？有嘛？你講。哎，對。見入有嘛？有見入嘛？啊，有啊。哦，有冇走地啊？做唔得走火焰蟲，按走路哈。誒，看有沙狗，手高希望啊。誒，就每本沙狗咬到哈。哦，有看到嗎？有嗎？哎，啊，沒有啊，很多。你看真，哎呦，一壓嘅，有看到嗎？啊，很多，地位都很多。这家的感觉就会 Q 呀，轻 Q， 比做普通椅还个 Q。对我来讲，穿到最多的东西就系老生人的姜啊料啊，像基本迄个竹笋啊，竹笋这片哦，青岛五头脚，就黑金刚啊，像佢发现的，其实每行的，你看按个脚哦，分当中你看。当多哇，至少哦100粒，有吗？有吗？啊你咧？你有分那条吗？有吗？几多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7个吧。哦，7个。不错，你迄只果上啦，因为佢要摘啊，佢摘嘅果上其實伫竹笋鸳鸯版拗，佢拗嘅果上其實伫顏色嘅竹笋糖係鸳鸯版嘅。唔係去菜市場買就有誒，其實做農民誒去拗嘅竹筍啊，真辛苦，係嘛？懂辛苦哦。吃到那個冰淇淋。乜嘢冰淇淋？酸奶子冰。哦，酸奶子冰淇淋。啊，第五。珍珍，这2片叶你最喜歡什麼？啊？你是說我再跟你確認一下啊，你再回來一下，我再確認一下。你是說都很好玩嗎？啊，都很好玩哦。啊，坏东西！看危險！看到嗎？睇啲咬一下。哎呦！1。好，定住。2，敬礼，敬禮啦，敬禮啦。